認識死亡，把握今天，好好活着。關於快樂的死亡，今集嘅嘉賓李珊珊，1996年選美冠軍，演藝事業一片光明，但因濕疹同驚恐症陷入人生低谷，足不出戶，身心受盡折磨，甚至形容自己瀕死邊緣。但係佢冇俾病魔打低，反而轉化痛苦為力量，創立網台，推動精神健康教育，活出屬於自己嘅光芒。李小姐，你18歲已經4料冠軍咧，咁你咪好大壓力咧？嗰陣時還好嘅，18歲咧幾混沌嘅個人都，咁反而選完嗰下覺得鬆一口氣，因為咧嗰時嘅選港者係長好多嘅個時間，即係呢個鬥爭就好長啦，或者呢啲記者嗰時啱啱開始興狗仔隊，個壓力係超級大，一當選之後就覺得哇，終於搞掂啦！咁但之後都好多狗仔隊㗎，因為你開始又拍戲啊，或者做電視劇啊。頭1年咧就唔俾你拍戲嘅，專心日日做慈善。嗰陣時真係特別多嘅，即係由晏晝做到夜晚咁樣嘅。咁反而我又覺得輕鬆喎嗰時。咁但係佢都啲狗仔隊跟住嗰啲你哋嗰啲蹤跡㗎嘛？唔知點解就操到一個嘅 EQ 啦，或者係佢有佢影，我有我做咯。咁但係你夜晚咁佢會特登跟蹤你啲私生活啊，你特登嚟講你啲私生活㗎嘛，都係壓力嚟㗎。我習慣到喎，我嗰陣時係因為真係咁追，係咪都寫得一係寫衰一係寫好嘅啫，冇第三樣嘢㗎啦，咁咪隨緣咯。哦，冇辦法啦。係啊，真係冇辦法，你應該都明白㗎。喺90年代嗰陣時係真係好鼎盛呢樣嘢，同埋好多嗰啲所謂八卦週刊出嚟㗎嘛。係。聽講你有個情緒病叫做驚恐症啦，咁你嗰時第一次發作係點樣㗎？第一次咧係嘔啊！嗰隻嘔法咧唔係話好似咧新加坡隻獅子噴，即係獅子獅身魚嗰個噴射式嗰隻，跟住然後之後就屙啦，跟住咧就開始飆冷汗，然後成個人咧就開始想掙扎啦，然後呼吸就好困難，塊面白晒㗎啦已經，然後開始可能我唔知係咪換氣急啦，就會想休克。而心跳得快到嗰個感覺，你會以為自己係咪就快要死啊？嗰一種咯，第一次復發就係咁樣啦。咁當時係好彷徨嘅，然後就打999，即刻送去急症。咁但係咧好得意嘅驚恐症咧，佢個發病咧可能由5分鐘到45分鐘，佢就會停㗎啦。呢個狀態。佢正常人咁樣。正常咗㗎啦，但係你會好虛耗啦，因為你花咗好多力啊，可能出好多汗啊，濕晒啊。要唞幾日㗎，因為佢真係用咗你好多力。但係你又唔知咩原因喎。嗰時我邊度有概念咩叫情緒病嘅啫？跟住又打道回府，又翻屋企，又或者冧咗喺醫院4日，係咁繼續吐瀉。咁糾纏咗2年都揾唔到原因，不停咁去敲唔同嘅專科，可能腸胃科啊、心臟啊，都揾唔到原因。跟住啲醫生開始有個共識啦。不如你睇下精神科專科醫生啦。咁我接觸到，哦，原來係情緒病，一食咗藥就即刻控制到，成個人即刻輕鬆翻。咁但係呢個情緒病係揾唔到個 cause 嘅，係咪遺傳啦？定係你缺少啲個所謂血清素啊？血清素係啊，血清素。即係你即係 connect 得唔好啊？嗰啲分泌咗少咗。哦。我有問醫生嘅，究竟有咩原因近因令到呢件事發生？原因可能係我哋唔識得將自己個情緒或者壓力去疏導。咁又特別我哋係中國人社會啦，硬淨堅強，做嘢係咁樣咯，食晒佢所有嘢都就係唔識得同人哋去分享自己唔開心嘅嘢啊，或者一啲睇法啊咁樣。我好弱嘅呢樣嘢係，可能儲咗好多年啦。跟住有一樣嘢點樣點火嗰一下咧？點火嗰一下，可能嗰時都算係人生少少低潮啦。再加埋真係可能身體弱啦，因為我嘅年輕嘅時候咧都好中意同啲朋友玩啊，夜晚啊飲下酒啊，咁樣可能令到個健康咧真係冇以前咁強壯啦。咁好多樣嘢夾埋埋就一點火就嚟啦。咁啊，你嗰時發病，你啲朋友啊，咁譬如古天樂先生啊，點樣去幫你或者安慰你？我覺得咧好我到呢刻都好感恩嘅，真係我行呢個過程係唔孤單嘅，因為都係要披荊斬棘，但係咧又有朋友嘅出現啦，有古仔古天樂啦、Sammy 鄭秀文啦，
又或者可能阿常林法師啦，以前嘅葉青林啦，我個醫生又好好啦，數我唔可以一次過數晒多謝，因為咧我好希望有一日有一個場合我可以一張名單列晒出嚟，係個個一下扶住。咁你係個人緣好，呢個你福氣嚟㗎。我感恩㗎，到以後不停咁感恩㗎。我覺得係上天嘅眷顧嚟㗎。佢哋係無私咁樣去幫你㗎嘛。無私，佢哋咁有社會地位，我哋又識於微時，但係佢依刻都會繼續去中流砥柱嚟㗎啦嘛。佢哋全部都係，佢哋都會食下飯啦，有啲就聆聽啊，有啲又可以係陪我玩啊，即係林保怡啊嗰啲，即係都係希望盡力令我快啲由最黑暗嘅地方拉翻上嚟咯。咁拉咗好多年㗎，其實要，因為有多時行一步就退兩步㗎。咁今年咧，大家都知道蔡瀾先生走咗啦咁樣。咁喺呢度我要好感謝佢嘅，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佢嘅原生家庭，或者佢一路走過嚟嘅，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同事，有啲可能係開心嘅，有啲可能係創傷嘅。咁因為我嗰時咧係阿金庸先生推薦我，叫阿蔡瀾先生同佢一齊做主持一個蔡瀾嘆世界。咁我有大半年時間咧就跟隨佢一齊去做主持啦。咁我又學到佢嘅工作嘅態度，因為佢係上一代嘅精英，好嚴謹，好守時。咁我真係好感受到咩叫工作呢樣嘢啦，即係唔係日日烏玩啊，冇機會嘅，因為佢係真係會將你調到成個人一定要好高效啊。跟住然後之後，我又將我一啲我解唔到嘅結啦，細路仔嗰陣時得個20歲到嗰陣時，咁或者一啲創傷啦講咗俾佢聽，跟住佢唔會去干涉你嘅人生，或者唔會干涉別人的因果，但係佢會啟發你去自己去選擇下一步應該點做。去思考啦，或者自己去決定啦。咁佢係令到我決定咗要有啲嘢斷捨離，好早期嘅斷捨離啦。咁然後將我個人生反翻轉咯。咁好前衞嘅喎，蔡瀾先生。不嬲都前㗎啦，你諗下佢由60幾年開始拍電影，要成90歲都好細路仔咁樣喎。佢個靈魂係我唔因為我好尊重佢啦，我淨係覺得呢個靈魂係不停咁吸收好多新事物咯。學識係好廣闊咯。相識就滿天下咯，因為係值得人欣賞。當然啦，好多人睇蔡先生有唔同嘅印象，但我接觸嘅佢，在我嚟講，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活着嘅典範嚟嘅。你有個 YouTube 平台三楚三，你係嗰個平台講關於係乜嘢嘅？首先我解釋下個名先啦，因為其實都活到48歲啦，咁我唔敢講話好多經歷，但係都會睇到好多日出日落啊，狂風暴雨啊，即係其實某程度個意境就係你坐喺個山度坐看雲起時啊，個感覺係。咁係因為呢一個同埋加埋，我好想係將自己情緒病嘅經歷係可以揾到同路人一齊去分享，或者有個渠道大家去接觸啊。咁係一個互相鼓勵或者係陪伴嘅作用咯。同埋我覺得細路仔嘅情緒都好緊要。咁我呢兩個出發點嚟開呢一個台嘅。但係咧有見及此咧，其實 YouTube 都係一個競爭好大或者新陳代謝好急速嘅地方嚟嘅。咁我都要收支平衡㗎嘛，所以我就喺直播嗰度咧就會側重咗喺娛樂性嚟，希望多啲點擊嚟賺到錢，而去餵養我嗰邊嘅資訊性嘅嘢，就係可能請醫生上嚟講下情緒病嘅嘢啊，又或者講下點樣細路仔有啲行為咧，其實大人覺得係錯誤，但係其實唔係嘅，細路仔個動機同大人個動機係不同㗎嘛，即係互相咁希望可以收支平衡地搞咗一個娛樂嘅兼資訊嘅台咯。所以就好啊。OK 啊。係咯，李小姐，你嗰陣時有病，你淡出咗呢個自己工作，而家重返工作，咁你都一定有啲困難同埋阻力㗎喎。都有嘅，因為大家心目中嘅形象，以前係一個咁嘅李珊珊，而家一個好肥美嘅李珊珊。咁我一定要咧知道，我將會咧受到網民嘅衝擊啦，因為網民咧都會好着緊你嘅肥瘦，跟住就會好集中咁，哇！點解你變咗咁肥啊？或者嗰啲咁嘅嘢嘅，還好咯。我啲拍檔嗰啲當我決定要行出嚟見人嗰時，我哋夜晚深宵傾個偈啦。咁然後我話一係唔做，一做就豁出去唔理人㗎啦。跟住佢哋個個都好鼓勵嘅情況底下，就話好啦，橫掂，因為我開咗呢個頻道，我唔可以唔出現咯。咁就豁出去啦，又豁咗出去，還好啦。90成嘅人咧都好支持我重投社會嘅。
我諗坦白啲仲好過你收收縮縮。唔好呢個時代係最緊要係坦白。係啊，斯斯縮縮啊，或者咧你自己就係自己嚟㗎嘛。係啊，所以好感恩嘅90%人都係支持咯。反而你個人緣所以好啲咯，多人緣好，多朋友咯。可能相輔相成咯，真係。你經過咁多風浪咧，你對快樂嘅定義有咩改變？其實好似冇乜點變嘅，快樂呢一 part 咧，我無論經歷過啲乜嘢都好咧，冇人動搖到我要快樂嘅時候，或者我要大笑或者開心笑嘅時候嘅，因為我都幾頑皮嘅平時。咁你嘅性格都比較樂觀嘅，基本。好兩極，如果真係要好理性去分析一啲事情嘅時候，我會用最壞嘅情況嚟評估嘅。但係咧，我去待人接物啊，或者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咧，我就非常之快樂地去面對佢嘅咁樣咯。我都想呼籲一下咧，最近金華大廈發生一個好家庭嘅悲慘嘅事件，就係個老豆就焗死咗2個仔女，咁佢自己割頸自殺，咁就因為佢我睇報紙咋，因為投資失敗，爭人200幾萬，咁我覺得就係當你有低潮或者真係有好大件事嗰時咧，同人去溝通個傾訴好緊要，係嘛？你頭先講都係你唔想同人傾訴，因為你覺得要自己死定啊嘛。咁如果你同人傾訴下咧，可能人哋會俾到啲意見，而改變你自己嘅諗法，而可能就唔使有2條人命，自己好返，就算個事主好返唔死得，都可能要坐監。咁另外一件事就係嗰個紅包酒店啦。又係殺死嗰啲仔女，咪自己係咪跳樓啊？我跳樓死啦！咁呢啲就係真係家庭嘅悲劇。咁個傾訴覺得就好緊要，唔好收埋出聲。其實你可以大家分享下呢樣嘢。我覺得值得大家去重視嘅，因為我而家都係一個基金會嘅大使，咁我有時會吸收到好多資訊性嘅嘢，就係譬如香港地而家平均7個人就會有1個人有情緒病㗎啦。同埋可能喺我諗唔止啊。你覺得會唔止添？因為有啲唔出聲㗎嘛。係啊，咁然後譬如喺公共嘅醫療系統裏邊啦，呢一方面嘅資源足唔足夠咧？因為睇情緒病咧，其實最基本我自己睇私家啦，好慶幸地，可能有20分鐘時間同醫生溝通。但係如果喺一個公共嘅醫療系統裏邊咧，就未必可以容許有20分鐘嘅溝通啊時間。所以咧，有時我都會收到好多有情緒病嘅患者咧，都係覺得同醫生溝通唔到，或者食咗啲藥唔適合自己，就拒絕再睇醫生啦。即係咧，其實製造咗好多關卡，令到康復嘅路更加困難。我唔知可以點樣做，令到政府會多啲資源放落呢方面，又或者點樣可以援助到一啲係冇可能負擔到私家嘅醫治啦。我個能力就係可以盡做話，我點樣去生活。去分享，譬如當我自己自處啊，或者點樣重出去社會，我開始努力工作啊，呢啲嘅經驗去分享咯，即係希望能夠行多半步就半步咯，半步都係進步嚟噶嘛，唔好貪心一步就大踏步咁樣咯。等呢個公立醫院嘅情緒病睇醫生咧，平均都要13個月。咁如果你13個月咧，嗰個時間嗰個過程可能已經由輕微至到嚴重。係。咁我哋基金會咧就做一啲嘢咧，就係贊助啲情緒病，就贊助佢即係睇私家醫生，即刻俾藥佢食。到排到政府咧，咁就去翻政府嗰度。咁我就留翻個位就幫第2個。好好。啊，咁其實已經幫咗好多人。咁就等佢唔使等13個月，就即刻可以處理。你諗下，聽到13個月都幾氣餒。好嚴重㗎啦，可以。因為其實情緒病真係一觸即發㗎，係爆出嚟嘅。同埋情緒病咧，佢會越翹越實啊，同埋越翹越嚴重啊。諗嗰啲負面嘅嘢越諗越多，咁你好難跳到出嚟嘅。
所以都好慶幸啦。即係唔係恭維嘅説話，你哋基金會有做呢一步，我哋真係其實救得一個得一個。係啊，咁如果各位觀眾有咁嘅需要咧，可以或者俾電話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我哋幫到你，因為我哋都要篩查你哋係咪真係需要，尤其是你個家庭背景啊，嗰個經濟嘅問題啊，咁真係有錢嗰啲我就唔會幫啦，係幫嗰啲真係好需要嗰啲人。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有意義。咁啊，另外我希望大家咧，如果真係有唔開心嘅嘢，盡量同啲朋友傾下偈。呢個傾訴係覺得係好緊要。嗯。而且我哋嗰個節目就係認識死亡，咁你點體會嗰個快樂的死亡？真係要提一提有蔡瀾先生啦，因為佢去過墨西哥呢個地方，咁樣咧佢曾經咧分享一個故事俾我聽嘅，佢突然間想放煙花，當地啲居民話：唔好無端端放啊！放煙花嘅時候係死人嗰陣時先放㗎。你就會睇到呢個民族咧，對於死亡咧，其實佢哋係好歡樂㗎。係啊，放煙花啊，嘻嘻哈哈啊，係咪？之後咧有一套迪士尼嘅電影叫 Coco 咧，又係咧話關於死亡嘅，然後之後個故事裏邊咧係包含咗溫情啊，即係咧。爸爸唔見咗好耐，原來爸爸已經死咗啦。然後咧，呢啲靈魂咧點樣真正死亡咧？就係啲在世嘅親人唔記得咗佢咧，佢就會煙消雲散。咁個故事係圍繞住呢樣嘢，我又會感受到啊，其實快樂係可以好溫暖，係咪好快樂啦？再加埋啦，我有段時間成日入醫院啦。咁有時我都會同啲護士好中意傾偈嘅，我係一個中意同人傾偈嘅人嚟嘅。咁佢有時又會分享有一啲可能隔離房啲病情比較惡劣啦。咁佢哋可能個表達嘅方式係好憤怒啦、咆哮啦。咁我自己都會喺度諗咯。就算你咆哮或者係好憤怒，你都唔會可以改變到眼前嗰一樣嘢。其實係一個選擇嚟㗎。你可以好快樂咁去面對，當然講係輕鬆啦。你未真正面對死亡呢樣嘢，但係我會覺得總好過你咆哮住咁走咯。咆哮住咁走。我覺得好可惜咯，因為你嘅人生個句號唔係咆哮啊嘛，可以包含好多意義喺裏邊。係啊，有得要冇得揀嗰時，你梗快樂啲去揀啦。我會咁揀咯。快樂嗰邊啦，冇就揀唔開心嗰邊嘅。係啊，你嗌住咁樣走都係要走㗎。改變唔到㗎。我不如笑住走啦，係咪？個天又真係待我不薄㗎嘛。雖然你見到好似周身有病，但係我遇到好嘅朋友啦，又遇到好多好嘅事啦，又俾我體驗到好多。譬如跟蔡瀾先生就去到好多世界唔同地方，佢又教咗我做人做事、工作上嘅態度，所有嘢呢啲都咪好咯。其實如果你要真係總結一個人生，我會向我曾經美麗嘅回憶去出發咯。如果你有一日面對你人生嘅終點咧，你用咩心態去面對？其實我一年頭咧都曾經原來感受過㗎啦。我發現我嗰一刻咧。係好輕啊，感覺到所有嘢都，連身體嘅辛苦都唔係好覺，我只係好似好朦朧朧隻眼蒙住。我唔知點解突然間有個比喻就好似係風鈴啊，啲風一吹過，啲鈴聲一響完就咩都完㗎啦。其實係輕輕帶過㗎咋所有嘢，所以其實你唔係咁多情緒可以俾你發揮㗎，即係臨終前唔會話喜怒哀樂咩都出晒。咁當然啦，我會睇到如果身邊人係可以即時死亡咧，我覺得係一個福氣嚟嘅，而係唔好漚佢咧2、3、4、5、6、7年嗰啲咧，咁我就覺得哎呀，我會戥佢辛苦，但係我都會希望喺呢個過程令到佢輕鬆啲。你有咩説話同面對我哋啲觀眾或者出邊嗰啲人講，當佢去低谷嘅時間，你點樣鼓勵佢哋？我係俾衛詩雅咧比我年輕啊，係啱啱攞咗影后嘅喺金像獎。佢同我講咗句嘢，因為我訪問佢啊嘛。佢話唔好因為有希望先去堅持，而係你要去堅持先會見到希望。呢樣嘢醒一醒喎，突然間自己覺得好似加咗油落去啊！因為其實咧有時你係好努力啦，或者你好正向都好，你都會有攰嘅時候嘅。咁你同咗一個比你年輕嘅人溝通，佢又有啲金句，又即刻令到你真係醒一醒，係喎，堅持咗先，
你堅持嘅過程咧就會有啲希望啦，唔係因為咦呢件事有希望，值得我去堅持，唔好咁樣掉轉咗咯。